新年恭喜哦！犹太人因的希伯来文也讲选那头发，选那头发。啊，咱嘛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新年恭喜来互相祝福，甲你变来讲选那头发。当然，犹太人伊这个毋是讲新年恭喜哦，伊是讲祝福你新的一档有一个美好的日子。哦，我祝福你刷来一档有一个美好的日子。愿上帝真祝福咱过正了后，准备要开始转到学校，转到上班的场所，是要回归到伫咱原本的生活。愿上帝真祝福咱。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各方面，伫咱的工作拢会当真正有上帝的同在，互咱真正会当经过一个美好，而且是丰盛的一档。毋知伫这个过年，大家毋知敢有出去行行的，还是拢伫台南。我伫网络顶面看到有人咧讲愈来愈无过年的这个气氛啊，愈来愈无过年的气氛啊。有人在讲，为啥愈来愈无过年的气氛呢？有几个原因吼，第一原因是可能这个家族中的这个长辈可能渐渐离开，所以遮个亲属就无一个会当做伙斗阵的机会。嘛人讲为啥无过年的气氛？因为即马现代人逐工拢咧食大鱼大肉，所以食这个年夜饭的时阵，就含亲像咧食，其实嘛差不多。可能加一个乌鱼子，加一个沙西米，可能较无共款。但即摆人现代已经食食已经算了袂歹，嘛有人讲，因为伫即个过年的时阵，嘛愈来愈人，咱看新闻讲，少人嘛出国去佚佗，无留伫台湾，即个到去拜访亲友，也是去伫台湾各所在去佚佗。所以侪遮个原因，互讲愈来愈无过年的即个气氛伫咧。但是咱在过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互咱。含咱厝内人，也是含咱的朋友，会当斗阵，会当做伙回顾一当所发生的代志。无论过去的一当安怎经过，嘛做伙会当含厝内人做伙分享，做伙看见上帝恩典伫咱的家族中。我想这嘛是过年一个非常重要的气氛，嘛是过年非常重要的元素。所以，愿咱透过这个过年。嘛，真正互咱无论含咱家族的人，也是含咱的亲戚朋友，真正拢有得到真好的休困。嘛，真正搁一摆来互咱回想上帝的恩典，互咱行这个新的一档，真正来看见着上帝的同在，无离开咱。伫咱开始分享上帝话进前，咱搁一摆来做一个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，感谢你，互阮伫过去的几工。有真好的假期，互阮无论伫台南还是厝外，拢会当甲阮厝内的朋友、家族有好的关系的建立，有好的休困的时间。主啊，求你今仔早起时，也互阮透过阮搁一摆的自责，也互阮的心灵也得到安息。互阮的心灵嘛得到安静，嘛互阮的心灵得到恢复，也透过你的话语，互阮的心灵得到帮赞，得到鼓励，互阮伫未来新的开始，转到伫阮的工作，转到伫阮的学业，转到伫阮原本的生活中，会当靠主你的话语，靠主你的气力，继续来往前。愿你伫即时也来安静阮的心。互阮无受任何的搅吵，专心注心伫你的身上。阮安尼献上阮的感谢、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今仔咱要做伙来分享这段圣经的话语，伫诗篇119篇105节到伫112节的这段的经文。今仔大家做伙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生命的引线。伫诗篇第119篇是规个诗篇内面上长的一个诗篇。这个诗篇伊总共有176节，然后这个诗篇除了176节以外，伊总共有22个段落。这每一个22个段落，伊的这个段落的开始，拢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。希伯来文22个字母。所以，这个22个段落的开头拢拄好，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母的开始。所以，这个诗篇，伊除了176节以外，
伊嘛写了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做起头，所以这个每一个段落伊嘛拢有8节，所以是一个非常整齐，然后是这个写落来是非常水的一个诗篇。但是这个诗篇虽然伊有176节，看起来非常的长，这个诗篇看起来非常的济，但是伊完全拢伫一个主题内面，就是伊在讲上帝的话语。这个诗篇虽然非常的长，伊嘛用无共款的语言在描述啥物叫上帝的话语。伊讲可能这个诗人可能讲这叫命令，可能叫做律法，可能叫做准则。伊用无共款的方式在描述，但是伊拢这个119篇遮济的经文，伊完全拢在讲一个主题，就是在讲上帝的话语。这个诗篇伊提醒咱爱对上帝的话爱保持渴慕，而且爱保持一个敬畏的心。这个诗篇虽然讲非常长，但是这个诗人互咱看到，无论伫啥物款的环境，无论伫顺境、伫逆境，还是伫人生的啥物款的阶段，咱拢犹原爱对上帝的话语爱保持一个渴慕，保持一个敬畏的心态。而且这个诗人嘛，伫这个诗篇上，不但是讲渴慕，也是敬畏，伊嘛是讲我非常意爱，我非常意爱上帝的话语。上帝的话语就亲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所以咱今日要透过这段的诗篇的经文，当然拄仔讲这个经文非常长，有176节，但是咱要看其中的一段经文，105节到第112节，咱做伙透过这个诗人所写的。咱做伙来学习，咱嘛做伙来回应，安怎用上帝的话语，真做是咱生命的引带。我想这嘛是咱建立咱信仰的根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咱伫进前几个系列，咱讲到爱有稳固的根基，爱建立正确的根基，然后爱和耶稣基督爱有好的结连。伫顶个，咱用着约翰福音的经文，耶稣讲，若是常常伫我的话语内面的，我嘛常常甲伊伫个，爱常常甲我结连，亲像葡萄树和葡萄一样，葡萄树和葡萄的枝一样，爱互相的结连，才会结出侪的果子。所以今日咱要继续来看，安怎用上帝的话语来真做是咱生命的引带。我嘛鼓励咱兄弟姊妹，若今仔礼拜结束了后，你通嘛个，若有时间，你通为诗篇119篇的一开始第1节，一直甲看，一直看到176节结束。认真看这个写诗的这个诗人，伊是安怎对上帝话语的渴慕，伊是安怎对上帝话语的敬畏，伊是安怎对上帝话语真正是放对是伊生命的中心。所以，第一个，咱要透过这段经文，咱先做伙学习，做伙来分享第一样代志，就是上帝话，伊指明咱头前的道路，互咱的脚步会当行伫正道。上帝话，伊指明头前的路，互咱的脚步会当行伫正道。拄仔咱师会有带咱做伙来读，咱嘛有做伙看到这段的经文。伫一开始的经文105节到106节，这段经文讲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正的判断，我决意要遵行，我一定要安尼遵守。这是咱非常熟的一段经文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这句话常常咱拢会听见。这句经文嘛，常常是真侪人足意爱一段的圣经的经节。但是咱透过这段经文，咱做伙来看这个诗人是安怎来回应这段的经文。首先，咱先看，即这经文讲，这是你的话是引带我的灯，是我脚前的灯。无须伫这个旧年的查经班的时阵嘛，拄好有讲到类似的经文，所以嘛有查经班现在即摆分享讲，啥物叫做脚前的灯？伫古早犹太人，迄个时阵无电火，无像即摆较方便出去有电火，所以要出去行路的时阵，迄暗时拢暗，边仔嘛看无，所以因会摕一个锁仔绑伫因的脚顶面，因会摕一个锁仔绑一个绑一个火伫因的脚的头前，
所以这有这个去学这个考古学家，因为伊说着学出来，看到这就叫做骹前的钉，就是因用一个锁啊，将这个钉绑伫因的骹的头前，当因行的时阵，这个骹前的钉就会一个照因所行的骹步。所以这叫做骹前的钉。啥物叫做路上的光？当暗的时阵，只有骹前的钉，但是阁有暗时有月娘所照落来的光，路上的光。伫迄个暗看无所在、找无到方向的时阵，有一个骹前的钉，嘛有一个路上的光照落来。所以咱看见上帝的话，毋是互咱看见讲规个生命的蓝图，互咱看见讲上帝对咱生命有啥物款的计划。搁较实际是要带领咱骹前所要经历的每一步。所以讲，咱了解伫圣经内面啊，看见上帝对咱的生命拢有美好的心意，上帝对咱的生命拢有无共款的旨意。但是这句的经文，互咱了解，搁较实际是上帝一步一步带领咱，看见咱要行的每一步。有时阵，当咱要行下一步的时阵，头前可能幽暗黑暗。要行后一步的时阵，可能犹原阁无明，毋知要对对去。但是当你有骹前一钉，你所行一步的时阵，你就知你要行什么所在去。有时阵，咱对未来会产生一寡犹豫，咱可能对未来发生的代志一寡挑战，咱咱可能拢会上帝求讲，主啊，求你互我知你的旨意是啥？主啊，求你互我知看见这件代志到底为虾米会发生？主啊，求你，互我知影为虾米伫这件代志会互我拄着。主啊，互我了解你，互我了解全部的答案，互我通真正完全来信靠你。但是当咱有这款的犹豫，咱嘛学习一项代志是，咱上帝祈祷讲，主啊，你互我要行这一步的时阵，你要互我看见虾米？有时阵咱拢会期待讲，哇，紧看到迄个终点。伫迄个黑暗的时阵，咱拢会足期待讲，紧行迄个终点。但是，咱嘛学习一项代志，这个经文讲你是我骹前的钉，代表毋是讲是全部你一概拢看会到，毋是讲全部你拢会当通了解。咱上帝祈祷讲，主啊，伫我行这步，你将我骹前的钉，我行的这步所讲的时阵，你要互我看见啥物？有时阵，当咱人生要行后一步的时阵，有时阵咱的生命、人生的阶段要后一步的时阵，有可能咱的心中已经有某一款的期待，咱可能会想讲，上帝敢会安尼做？上帝敢会安尼应允我？上帝敢会当照我所想的？上帝敢会照我所爱的来成就互我？但是当上帝的旨意无像咱所想象的一样，咱可能阁认为讲，上帝你无应允我。上帝，你无听到我的祈祷，上帝，你无引出我人生的方向，上帝，我信靠你，敢若是无任何的帮助。有时阵，咱带着咱人生生命中咱家己心中的期待，认为讲我行这步的时阵，我就爱看见所有的答案；认为讲我行这步的时阵，我就爱了解上帝的旨意是啥物。甚至咱已经认为讲，我行这步，上帝就爱甲我祝福；我行这步的时阵，上帝就一定爱互我啥物。但是上帝旨意无安尼成就的时阵，咱可能认为我行安尼，上帝无甲我祝福，我行安尼，我已经安尼，为啥上帝无甲我来成就这一切？咱会知咱毋是凭家己的感觉在生活，咱毋是凭着家己的情绪在生活，嘛毋是讲凊彩找一寡方法。可能有人讲，有人会讲说我毋知，我今仔毋知要安怎的时阵，我就将我的圣经掀开、拍开，哇，就是这啊！将圣经拍开一，哇，就是这上帝今仔要对我讲的。啊，是用任何其他的方法去认定讲，我着爱安尼行，认定讲上帝要安尼甲我帮助。咱毋是用咱的情绪、用咱的感觉，也是用任何的方法去决定讲，上帝安怎引带我行伫迄个正路。是当咱愿意亲近上帝的时阵，当咱愿意将开时间上帝来伫伊的话语内面得到帮助，伫伊的话语内面找到真正的方向，咱才有法度正确明白伊的旨意，咱才真正会当行起着伊的道路。
伫新约圣经内面，路加福音第24章记载一个故事，当耶稣基督伊受定，遮个门徒因拢非常的伤心。但是当耶稣搁活的时阵，遮个门徒伊毋若对迄个伤心，因搁产生一个情绪，就是非常疑问，就是耶稣真正搁活吗？所以当有门徒伊要行伊妈五的路上的时，因伫遐行，因心中忧伤，心中嘛焦疑。哇，阮和阮做伙的老师，哪会定伫是伫个？因哪会丧失伊的性命？就应该说，哇，耶稣搁活真的吗？因有足侪情绪伫个所在，但是当因咧行的时阵，耶稣出现。但是迄个时刻，因犹原毋知耶稣伫因的身躯边陪因做伙行。当迄个天色已经暗的时阵，这门徒邀请耶稣做伙食暗顿。当伫食耶稣八饼的时阵，这门徒的目睭就开啊。这两个门徒伊就讲：哇，耶稣伫这个路上咱讲话的时阵，甲咱解说圣经的时阵，咱的心毋是亲像火一样倒起来吗？当耶稣伫这个路上在讲上帝话语的时阵，咱的心毋是亲像火一样倒起来吗？点倒起来吗？这两个门徒伊发现，哇，伫迄个失望中，伫迄个毋知要行往啥物所在，伫迄个犹豫的当中，因发现，当上帝的话语伫因的心中是会点倒的热情的，点倒伊生命的热情的。互因通知要行倒去。若继续看这个圣经，这两个门徒紧走转去找其他的门徒，讲因拄着搁活的耶稣啊。灯会当互咱看见着头前的方向，光伊会产生无共款的能量，产生一个能量，互咱的心中搁一摆迄个激动，互咱的心搁一摆互迄个火点倒。当咱真正将这个上帝的话，真正将这个上帝话真正是咱脚前的灯，真正是路上的光，迄个会产生一个真大的快乐，产生一个真大的能力伫咱的心中。亲像这两个门徒所讲的，因最后，阮的心中毋是亲像火一样点倒烧起来吗？所以生命的成长，毋若是因为咱行了种远，像这两个门徒要行以马五的路，是毋是讲要行种远，行到一个所在，是因为咱愿意行到。生命的成长，特别是属灵生命的成长，毋若是因为咱讲行种远尔，毋是讲要行偌长的时间，搁较重要的是咱敢有行到道路，搁较重要的是咱敢有行到道路，行军队正确的道路。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第8章12安尼讲，伊讲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对我的会得到生命的光，绝对袂伫黑暗内面行。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对我的会得到生命的光，绝对袂伫黑暗内面行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第二个，咱透过这段经文，咱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坚固人的心，互咱伫患难中犹原清楚方向。上帝的话坚固人的心，互咱伫患难困境中犹原清楚方向。刷来这段的经文，诗篇119篇107节到108节，诗人伊继续安尼讲。伊讲：我受到极大的苦难，上主啊，求你接受我的喙，欢喜献的娱乐，搁将你的规律教示我。这个诗人讲：我受的困苦非常的重，非常的大，但是求你犹原照你的应允，照你的旨意，互我得到新的生命。上主啊，求你接纳我嘴唇献上感谢的祈祷，求你将你的教示来教导我。
诗人伫伊生命中拄着危急、困苦的时刻，伊能由愿宣告一项代志，就是求上帝将伊的话语赏赐予伊。伊讲：上帝求你教示我，求你用你的应允保守我。伊求上帝搁一摆将伊的话语赏赐予伊，互伊的心得到重新的开朗，互伊的心得到一个重新的开朗。诗人非常清楚知影，伊选择行伫上帝的心意，伊选择一生倚靠主，但是伫伊的一生人生嘛是会遭遇艰难、困苦的时刻。但是伊知影一项代志，伊非常清楚，就是伫经历困苦的时阵，伊伫上帝话内面找到出路，毋是伫即个世界中找到答案。这个诗人非常清楚。毋是讲信耶稣的人，伫即个信仰内面，特别拄着任何的困难，伊早有缘会拄着非常重大的代志。伊讲我受到极大的苦难，但是伊非常清楚知影一项代志，就是伊经历困苦的时刻，伊伫上帝话找到出口，找到正确的方向，毋是伫即个世界当中去找到答案。所以诗人讲台语讲，求你接受我的嘴欢喜献的鹅乐。国语的版本，伊讲接纳我感谢的祷告，接受我嘴欢喜的鹅乐，接纳我感谢的祷告。真奇怪一项代志，这个诗人拄仔讲，我伫一个真大的困苦，我伫一个真大的苦难，我伫一个我无法度小承受的挑战内面。但这个诗人伊却马上讲，主啊！求你接受我用嘴欢喜的学乐，接纳我感谢的祈祷。真奇怪，一人伫困苦、伫患难中，哪会阁用欢喜的学乐？哪会阁是欢喜感谢的祈祷？反而是有时阵伫困难、伫挑战，咱常常嘛因为用自我做中心。伫困难、伫挑战中，咱就会转到伫家己的身上，哪会是我拄着？哪会是我拄着？那拢是我去遭遇遮个代志。当咱常常用自我诚做中心的时阵，上帝颠倒变做是咱怀疑的对象。上帝颠倒是互咱感觉，上帝真正有帮助我吗？诗人提醒咱时刻爱将上帝放伫生命的中心。伊伫困苦中游玩，上帝感谢你；伫患难中，上帝我永远用恶乐的罪回应你。伊提醒咱伫困难中，咱常常容易用自我做中心，直到咱了疑上帝，直到咱真正伫即个过程中，咱倚靠家己的困难，倚靠家己的能力。所以这诗人继续讲，诗篇119篇第109节到110，伊讲。我的性命时刻伫危险中，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。要求我袂记得你的律法，但是我袂记得你的律法。邪恶的人要陷害我，但是我犹原无违背你的命令。这个诗人继续讲，我的性命时刻伫危险、伫艰难中，但是我无袂记得你的话语。这个歹人伊要陷害我。但是我犹原无违背你的命令。当诗人讲我的性命时刻伫危险中，时刻伫这个艰难中，不时拄着危险。咱看字面，这个字，咱的第一个想到是这个环境的危险，伊的性命的危险，伊的人际关系的危险，伊的家庭的危险，伊的健康的危险，伊这个侪危险。但是这个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，伊原文的意思是，我的性命常常伫我的掌握内面。故意讲，我的性命藏在我的手掌之中。伊的意思是咧讲，为什么我的性命常常伫危险内面？有时阵真正是环境的危险，有时阵真正是边仔有一寡遮个，像经文讲的，有遮个邪恶的人要设这个计谋陷害。但是伊讲，我的性命不是伫危险，是因为阮的性命常常伫家己的掌握内面，至够危险。咱的性命危险常常是因为家己
掌握伫家己的手中，所以至够危险。所以诗人伫头前，咱拄看经文，伊讲：上帝啊，我虽然伫危险，但是我献上感谢的祈祷。上帝啊，照你的应允保守我，互我毋是将我的性命，毋是只有掌握伫我的手中，毋是叫我决定我人生的方向。至到我当我掌握的时阵，行往伫迄个危险的方向。所以，这个不时拄着危险，你通讲是这个环境的改变，环境的变动，致到着危险。但嘛会当看到是因为家己自我的中心，看做是家己自我想要掌握一切，致到危险。所以，当这个诗人在讲，伫这个不时拄着危险，伫这个拄着困苦艰难的时阵，主啊保守我。互咱了解，真正的稳定，毋是讲环境的顺利，毋是讲所有物件拢掌握伫家己的手中，所有物件拢爱照家己的意思，是伫改变中，你的内心犹原有无摇动的方向。毋是讲啥物拢已经照我的意思，毋是讲啥物拢掌握伫我的手中，也是讲所有的环境拢爱照我所期待的发生。这叫做稳定，这叫做顺利，是伫改变中。犹原有一个无摇动的方向。伫诗篇内面有侪的诗人，因拢写出对上帝的讹乐，对上帝的敬拜。但是嘛有一寡的诗人，因写出因的心声，写出因伫拄着患难中，因安怎向上帝来祈祷。特别伫诗篇73篇有一个这个诗篇，叫做阿萨的诗篇。伊所写，伊讲上帝确实恩待以色列人，上帝恩待心内清洁的人，但是我常常要跋倒，因为我嫉妒这歹人发达，看到这个歹人，伊形容我的心就不平。那继续看这个诗篇，伊写了足侪，伊讲哇，这个歹人哪会拢遮顺利？这个歹人拢较丰盛，这个做歹为虾米事拢顺利？上帝，你恩待以色列人，上帝，你恩待这每一个这个内心清洁的人，但是这个歹人为虾米拢真顺利？这个歹人虽然看伫危险内面，但是拢看起来无危险，拢真平安顺利经过。这个诗人伊讲，我看到这个人，我心就无平安啊！我看到这个人发达，看到这个人兴旺，我就感觉上帝你无公平。上帝，你哪会嘛，互因伫这个困难，互因伫因所做歹？嘛会当较发达。我一个军队里的人，我就我拄着遮济危险、遮济艰难。然后叫你看诗篇73篇，这个诗人就安尼讲。但是最后这个诗人伊所讲一项代志，伊讲虽然是安尼，有一天我到伫你遐的时阵，我才会完全了解你的旨意。我到伫你遐，我才了解遮个邪恶、遮个因的结局是啥物。这个诗人就讲，虽然是安尼，我犹原我甲你做伙。因为你不断用你的手扶持我，你用你的话语辅导我、劝勉我，最后嘛接待我，互我得到阳光。虽然伫危险中，虽然伫困苦中，虽然看见讲哇，这个歹人，这个环境敢若对我不利，但是这个诗人讲。重要是我犹原甲你做，你不断用你的话语辅导我，你不断用你的话语帮助我，最后接待我，互我得到生命的阳光。所以《约翰福音》15章第7节，这嘛是顶摆伫信息分享有看到的经文。耶稣嘛安尼讲：，恁若常常甲我结连，我的话嘛常常存伫恁的内面，恁无论要啥物。求就会当得到。当恁常常甲我结连，当我的话伫恁的内面的时阵，恁无论爱啥物，求就会得到。所以上帝话真，搁一摆坚固咱的心，互咱伫患难中，伫迄个变动中，犹原会当清楚迄个方向就对。最后要分享的是上帝话带来咱生命的喜乐，互咱的生命得到永远的产业。最后要透过这段经文再来分享，上帝话带来喜乐，互咱的生命会当得到永远袂改变的产业。最后这段经文111节到112节，这段经文咧讲，
我将你的教示做我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是我心所喜爱。我全心归向你的命令，永远遵行，直到生命的结束。我将你的教示诚做是我生命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是我心所喜爱。我决意一生遵守，直到我生命的结束。咱知伫世界的成就有一天会失去，咱知伫世上的生命有一天嘛会结束。但是真正的产业无伫地上，是伫上帝的话语内面。咱知产业代表就是身份，咱知产业代表是咱属一项身份归属。但是咱知世间的产业可能会转移，可能会换去互其他的人，嘛有可能这个产业可能价值随着时间会改变，会多可能嘛会少，甚至可能会消失。但是这个事情，互咱了解，真正的产业，毋是讲家己拥有非常多，是知影家己是属于上帝。咱知产业是代表人的身份，代表人归向伫对。但是当这个事情讲，我将你的教示诚做永远的产业，我将你的话诚做是我人生一生的产业。我的生命，我人生的价值，我对我家己的定义，拢在伫上帝话语内面。毋是讲我有啥物款的温书才能，我拥有啥物物件，是在我属伫上帝内面。所以说咱，互咱学习两个非常重要的态度。第一个就是咱真正爱较无上帝的话语，咱真正爱较无上帝的话语。伫咱过去这几冬教会已经一直在推行，咱爱有这个手抄圣经。这个事工，咱嘛看见有侪兄弟姊妹真正用心在抄这个圣经，透过抄写圣经，将毋若抄嘛写去到家己的心内面。咱嘛看见顶学期开始儿童主日学，伊嘛开始邀请这个囡仔做伙来抄写圣经，真正透过这种方式来诚做是咱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。根基，咱教会嘛不断咧推行，爱一冬读圣经，也是有2冬读圣经，就是互咱爱真正较无上帝话语，诚做是咱永远的产业。第二个，即嘛互咱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，就是爱咱活用上帝的话语。伊讲这是我永远的产业，直到生命的结束。代表当咱阁有咱的生命，当咱阁游玩伫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咱着爱不断。用上帝话语来回应这个世代的改变，回应这个时代所带来的环境的挑战。所以这互咱做伙来学习，当咱面对上帝的话语，咱真正较无上帝话语，也真正活用上帝的话语，互咱真正看见这诚做是咱人生的方向。彼得前书第1章23节，伊讲：恁已经定头生，毋是对迄个会朽烂的种子生的，是对迄个袂朽烂的种子，就是上帝活泼永远的道所生的。恁已经定头生，毋是对迄个朽烂的歹的种子，是对迄个袂朽烂、袂歹的，就是上帝活泼永远带互咱喜乐。带互咱平安的话语所生的，诚做是咱人生一生的方向。愿上帝赐予咱，特别每一摆咱听见是上帝的话语，也是咱看见上帝的话语，拢真正真实，诚做是咱人生引带的方向。互咱人生所行的每一步，虽然可能是只有小小的亮光，但是咱行了非常的实在，因为所行的每一步，你知。虽望小小的亮光，但是迄个光是上帝的话语光照，是上帝引带你一步一步行人生的道路，是永远的、袂改变的，是喜乐的，是活泼的，是带有平安、带着快乐的话语。愿上帝赐予咱，特别伫新的一冬，咱继续伫上帝话语内面，互伊引带，也来跟对伊，行着这个正确人生的道路。伫咱今日下礼拜，
咱有特别伫安排伊伫祈祷的时刻，所以伫咱当讲到准备要结束的时，咱要来唱一条诗歌，